到2026年啦，呢個手機拍片效果大家又接唔接受到呢？大家睇完呢個開場係咪都係好驚訝呢？呢部咁強嘅拍攝旗艦呢，就係今次我要測試嘅華為最新推出嘅 Pura 90S Pro Max。可以話係華為喺國際市場上一個重要嘅里程碑。唔單止係業界首發2億像素 RYYB 嘅 Sensor 長焦鏡頭，做出現時最好嘅20倍變焦影片拍攝畫質。跟住華為今次為國際市場帶嚟網速更快嘅5G 手機產品。就咁聽，今代 Pura 90S Pro Max 喺好多方面都有重大嘅提升。呢條片咧，我哋針對佢進行一次詳細嘅測試啦。喺我手上面嘅就係華為 Pura 90S Pro Max 嘅骨子海配色。咁華為最早喺 P20、P30 年代咧已經玩過漸變配色㗎啦。而今次 Pura 90S Pro Max 嘅骨子海除咗復刻當年嘅漸變設計，而且工藝上面咧都有升級㗎，亦打破咗過去旗艦機沉穩商務嘅氣息，更加偏向年輕化嘅。令面通透嘅玻璃工藝咧，唔係廉價嘅啞光磨砂，亦唔會因為反光而刺眼。喺自然光底下咧，機身會從頂部嘅海藍色到中間嘅杏色，再到橙色嘅漸變，就好似日落嘅海景。咁呢個令面嘅機背咧，抗指紋、防油嘅能力咧特別強，幾乎唔會留低明顯嘅指紋。攞機手感都超正嘅，唔用套都好正。成部機採用咗同色系嘅金屬漸變邊框啦，機背同邊框之間顏色過渡非常之吻合。咁機背嘅貼合度咧都好高嘅，完全冇凹凸，摸起身咧就好似一體成型咁樣。大圓角手握感更加舒適。後置嘅鏡頭模組經典嘅風向標三角矩陣設計，真係隔條街都認得出係華為 Pura 系列。Mon 方面咧，用上咗昆侖玻璃，抗刮能力提升咗16倍，抗跌能力提升咗25倍。最重要嘅全身內刮抗反光效果，有效降低高達70% 嘅 Mon 反射，喺複雜光線底下比其他 Mon 咧更加清晰。系統方面 ，Pura 90S Pro Max 搭載嘅係首發嘅 EMUI 16系統，係近年一次重大升級，整體流暢度大大提升，用手都爽啲。大家最關心可能 Apps 嘅問題啦，咁其實你哋擔心嘅問題咧幾乎已經唔存在啦。今次華為 App Gallery 亦同步進行咗優化，大部分香港人日常用嘅 App 咧都可以搜尋到，所有嘢咧更加直觀、更加直接。然後嚟到呢條片嘅重頭戲，影像實測。華為嘅 Pura 系列一直都係主打人像同埋風景攝影啦，而 Pura 90S Pro Max 咧，佢嘅影像硬件係更加頂級，後置3鏡頭加 RYYB 嘅感光列陣，進光量係遠超同級別機型。主鏡係1/1.28寸5000萬像素嘅超高動態主鏡，支援1.4至4.0嘅10級可變光圈 ，OIS 光學防震，而且高達咧16 EV 嘅超高動態範圍，超廣角咧係4000萬像素嘅高清鏡頭，最重磅嘅係2億像素嘅1/1.8寸超大底長焦，2.6大光圈，而且達到行業最高標準嘅 CIP 7.0防手震，4倍光學變焦，最高100倍數碼變焦，長焦進光量更加係遠超多款旗艦機型。對於攝影嚟講，要影一張靚相，除咗需要景靚人正之外咧，其實最講嘅係攝影師之眼啦。而當中最重要一環就係構圖。一個好嘅構圖往往決定一張相好唔好嘅關鍵。但構圖能力咧，一係你就好有天分，一係咧你就需要長時間經驗累積。而 Pura 90S Pro Max 嘅 AI 輔助構圖功能咧，就係攝影新手最好嘅幫手啦。只要打開 AI 輔助構圖功能之後咧，相機界面就會出現一個白色嘅圓點。呢個時候只要跟住 AI 建議移動手機角度，將中間位置嘅圈套住個白點，瞬間就可以完成 AI 構圖。咁我哋即刻試下 AI 輔助構圖。咁首先試下嘅 AI 輔助構圖拍攝風景。呢個拍攝位大家可能都係直拍，然後交出行貨嘅風景相。但 AI 構圖佢就有自己嘅想法，佢揀咗一個好少人發現嘅角度，而呢個角度喺夜晚嚟講咧，的確係別出心裁嘅。AI 果然嘅諗法咧，有佢特別嘅地方。咁我哋再睇下下一個場景啦。呢個位置可以影張靚相角度同埋構圖咧，都基本上係只有一個嘅啫。而 AI 輔助構圖就剛剛好成功揾到呢個構圖角度。大家可以見到 AI 輔助構圖嘅能力咧，已經係一般人之上啦。咁作為一個新手嘅指導老師咧，都夠晒嘅。然後我哋測試嘅就係男朋友救星，就係用 AI 輔助構圖拍攝人像啦。咁好多人幫人影相嗰時咧，都唔知點樣影先做到一個好嘅人像構圖啦。而 Pura 90S Pro Max 又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啦。同樣只係對住人物，佢就會做出一個提示。咁依據指示咧，就可以拍出靚仔嘅人像相。大家睇下拍攝出嚟嘅效果。Pura 90S Pro Max 嘅2億超高像素拍攝都係今次值得測試嘅賣點。大家睇下我拍攝出嚟嘅效果，就咁睇本身已經好清晰啦。但既然係高像素，我哋要放大再睇細節啦。就連摩天輪上面嘅數字咧都睇得一清二楚，就連入面嘅人樣咧都睇到幾分噶啦。另外咧，我仲發現一個更好用嘅方法。呢度2張圖，一張係微距拍攝，一張係我用2億高像素拍攝。就咁睇可能分別唔大嘅，
但如果放大睇細節，2億高像素嘅連上面嘅絨毛都睇到，可以數得到，比微距拍攝更加清楚。經過呢個測試可以證實 Purex 90S Pro Max 嘅2億超高像素拍攝咧係真實有用嘅，唔似其他所謂超高像素都只係純粹佔容量大咗，唔係拍攝嘅質素提升。得益於呢個1/1.28寸嘅超大底 sensor 同埋 CIPA 7.0嘅防手震啦，咁即使20倍變焦底下咧，影像拍攝依然清楚，幾乎達到無損嘅品質，對於同級產品可謂斷崖式領先。喺拍片方面有一個更重要嘅係 Purex 90S Pro Max 咧提供業界領先嘅16EV 動態範圍，同埋第二代嘅雄風原色影像鏡頭，輕鬆駕馭複雜混合光環境。好似呢類環境下嘅拍片啦，車內環境昏暗，車外光線充足。如果一般手機做唔到車內夠光、車外風景清晰嘅，但 Purex 90S Pro Max 16EV 高動態下咧就可以做到車內外同樣清晰。呢個就係高動態範圍嘅絕對優勢。喺 AI 執相方面啦，除咗過去嘅 AI 消除同埋 AI 最佳表情呢兩個之外咧，今次仲追加咗 AI 魔法移圖同埋 AI 去除反光呢兩個新功能。咁 AI 魔法移圖咧可以話係玩味十足嘅，可以 AI 提取張相入邊嘅元素啦，然後自由拖拉、縮放同埋複製，輕鬆製作搞笑圖。而 AI 去除反光咧就對於櫥窗拍攝或者係博物館拍攝咧就更加有用啦，可以直接消除複雜嘅反光，同時保留自然嘅光澤。喺日拍測試入邊，色彩還原特別真實通透，唔會過度飽和，唔會偏色，藍天綠植、建築光影嘅層次分得特別清晰，10級可變光圈嘅優勢咧完全體現到出嚟。強光環境下唔會出現過曝，暗位細節亦得到完整嘅保留。夜景燈光環境下實拍，成片嘅效果真係好驚豔。得益於 RYB 嘅感光陣列，夜景嘅進光量大幅提升，整體畫面乾淨純淨，幾乎冇雜訊。燈光高光壓制非常到位，唔會出現燈光過曝散光嘅問題。暗處嘅建築細節、景物層次亦可以得到完整嘅保留。仲有個彩蛋想同大家講嘅就係頭先嗰啲相好多都係用咗 AI 輔助構圖嚟拍攝，呢個功能咧真係有啲實用嘅。今次喺國際市場推出嘅華為 Purex 90S Pro Max 咧係支援高達5G+ 嘅網絡連接，咁我分別喺人多嘅地方咧做咗呢個網絡測試嘅，分別喺深水埗、坑口同埋尖沙咀。Purex 90S Pro Max 嘅信號接收能力咧特別穩定，信號咧都係滿格嘅，而且尖沙咀咁多人嘅地方，5G 網速都可以跑出800 M 驚人下載速度。由此可見，華為喺網絡接收方面嘅能力比其他廠出眾。而 5G+ 網絡就要睇你嘅網絡供應商支唔支援啦。好啦，睇完外觀、拍攝、錄影、網速全方位實測，我最後俾大家做一個內心最真實嘅總結。Purex 90S Pro Max 咧展現咗極強嘅影像能力、更流暢嘅使用體驗同埋呢個網絡能力。骨刺可漸變玻璃工藝質感咧係同類產品入邊最矚目嘅，又做到抗指紋、防油污，而且全新配色更加貼合年輕人嘅口味。最重要嘅係拍攝能力，2億像素嘅 RYYB 長焦配合埋 CIP 7.0嘅防震，20倍拍片畫質近乎無損。日拍色彩真實通透，夜拍純淨度高，而 AI 輔助構圖功能對於新手係極其友善。Purex 90S Pro Max 咧無疑係今年嘅拍攝之王。即日起至8月31日，用我嘅專屬優惠碼喺華為官網購買 Purex 90S 系列，即享300蚊折扣優惠，數量有限㗎。咁今次華為 Purex 90S 嘅 review 到呢度就已經結束啦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咧，可以喺留言問我。我係你嘅測試員 Sky。